手看，叫着要玉玲珑啊！耶！阮是可爱的如风中，生做是古水啊淡薄爽，快乐快乐，我的动脚闹震动。希望您平安又快乐，做伙来守我，叫妹玉玲珑。是哩。各位亲爱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个人看人恶佬，鬼看鬼看对，鬼报好。今日咱来到这个土城，土城这个看守所，我就是叫你看讲倒一间房间较好。最近的，甲你穿得好势好势，互你无烦无恼，规工伫咧土城做阿咯。好尴尬啊！出发了，出发了！啊，别跳一下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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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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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那含笑的脸庞，给我带来一份甜蜜温暖感受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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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啊，你就欠人爱读册，免讲嘛嘿嘿。我跟你讲，要找合作的对象，要找着人啦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，如果有你老爸咯。是哩。其实如果大家无了解，其实是真是心济，不是安尼。我心济是安尼。你卖有未讲，卖有未讲。今仔日做过节嘛，讲我大家了解一下。中的人这海参足济，准备要出去，即摆已经5万几个，要去传100支。啊，你嘛海参对袂？我哪海参对？现在夹界的啊。你免甲我笑，有笑比咧无尾。我看过海龟生卵无？海龟生卵。你这只海龟啊，你个差不多嘞。做讲什么歌啦？那我跟你讲过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呐。啊，不，你来讲阿袂说啊，你的心情。我的心情。你心情今天要跟我大家知影，今天叫你面这直播现场来发表许孝顺的心情。许孝顺，后边真可怜的代志，你敢不中了解？我安怎可怜都无你的可怜。你先讲，我未配讲。爱讲到这，咱知影就好啊。咱安那可怜都无伊可怜。真嘅。可怜哦，佮去用利用哦，佮去用消费哦，真可怜。人咧说进不啊的生菜，我不是明星，所以我什么都可以说。吼，人咧说哦，真正进不啊嘛生菜，买到你这种的啦。小可怜，小可怜。讲实在足可怜，真正做人真可怜，搁真悲哀。水杯车拖杯，会当讲叫做拖西人。拖西人嘿，拖西人。你的心，我要讲你的心。哦，你要暗心事还未讲了，哦，来，伊的心事咱互伊讲了，咱看偌可怜，好来。